请问013 KSY 敢是恁原家机车013是我的车，安那样？这敢是我的目睭名？歹势，歹势啊！我拄则停车的时阵，无说你去弄到你的机车。哦，无咱交换一下联络方式，啊，你看修理偌济，再甲我讲偌济钱。好。有啊，多谢。你才甲我联络。好啊。张小姐，哎，姐啊。哎妈，好，妈，迄恁同事。这做灵魂的，很好声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多谢哦。去弄到人的车。无，伊甲我目睭弄安尼，我阁含说多谢。来，Kiki 哦，来，卖紧张，来，哦，停，嘿，啊！叫你话，我足紧张的咧。我明明就足够停车，拄则是恁同事乌多摆停了伤歪。哎，今仔看到我讲阿妈，叫人主动。知影。好啊，先食啦，有啥物代志食我再讲。哈，来食。我自细细汉讲你读书，教你道理，唔是要你去破坏别人的婚姻啦。我别人迄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受够见笑的啦。离婚就煞，你偏偏唔好好咧过日子，去甲创出迄落下级下贱的代志出。离婚也毋是卖唔对啊。对啦。我姐啊。阿健啊，嘿。无你即摆是啥物态度啊？你做迄落代志之前，你敢有想过？下摆人是安怎看人家啊？伊会讲我无甲你教好啦。好啊，莫阁讲啊啦！食饭皇帝大，你大概拢爱安尼上，食啦。多少？恁爸甲你讲话你唔通听入去哦。你若听落去就输啊啦，不要动作越放。哎，这不嘛太吵。好忙啊，你咧？嗯，水电行有顺手无啦？我改变个较成功。我想，我杨世美诶，这两间工课拢轻轻松松都来看守开啊。我你看我比阮哥哥较有才情。哼。这厉害，哎妈，咱的歌来啊！哎，Rachel，你搞到啥个？我袂来，我歌要来啊啦！等一下，唱啦来啦！啊，你做歌真呢？你你搞得报警啦！咱的歌来啊啦！我爱你不要唱。我袂晓。隔壁的空气点点无声，温热呢？敢讲你已经拢无感觉，不知要对阮讲啥。秘密情话一阵哭声，冷淡的感情亲像冰山，你的心已经飞去千里外，牵无你的手，予我温暖。怎样你不敢回头？熟悉哦。赵后进。赵后进。干嘛这种名？
8点，拜六礼拜都伫公司第2台。